来看日本甲英国外交部长高国防部长的会谈，将伫日本的东京举行。双方嘛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讲反对中国单方面来改变东海甲南海的局势，表示讲愿意和平对谈。另外，双方嘛预计伫11月15开始，要来展开12天的警戒军演。英国嘛正做是头一届伫日本的陆地联合军演的欧洲国家。 英国甲日本的外长甲防长4个人手搭手，宣告这场2+2会议正式展开。这个会谈双方针对今年正月两国共同签署的 RAA 相互准入协定，允准双方会当进入对方的国土部署武装部队的代志进行讨论。因为 RAA 协议为10月中旬开始生效，对中国的影响力大大扩张。两国决定伫11月15开始举办为期12天的日本英国联合军演。2025年に空母打撃群がインド太平洋に再び派遣される計画について、我が国として歓迎する旨を伝達したほか、日英円滑化協定が今月日本国内で実施する陸上自衛隊と英陸軍との実動訓練、ビジラントアイルズ23において初適用されることを歓迎しました。 这个军演和英国正做头一个伫日本陆地联合军演的欧洲国家，不过到时阵英国会有超过150个人参加。双方嘛伫会后的共同联合声明内底，强调反对中国单方面改变状况，表示愿意和平对话。同时阵嘛关心东海、南海的局势，搁一摆强调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重要性。 另外，4名部长嘛共同讨论扩大太空甲网络安全等等的全新领域的训练甲合作。同时阵嘛讨论到乌俄甲中东的情势，共同呼吁以色列人道停战。人質の即時解放、一般市民の安全確保、すべての当事者が国際法に従って行動すること、事態の早期沈静化、人道状況の改善。 およびそれに資する人道的救止に向け連携していくこと等を確認しました。伫 G7 七大工业国的外长会议了后，嘛伫东京展开，各国嘛讨论中东情势。会场外口当时阵嘛组织上100名的抗议人士，要求 G7 成员国会当承诺予以家庭会。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